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应验牧师。5月19日来到祷告学校，祈祷的主要目的。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34章读到40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你们奉我的名不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我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示出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有一位 daily work 的人这样子说，祷告是把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看到约伯记一路读来，真的有太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一路上看到约伯他好像一直都处在被动这个不管是遇到的事情这个一旦苦难来，他也是好像处于一直被失去，一直失落当中。当他失去这一切，不管是儿女、财产，甚至跟家人的关系，还有他的身体也遭受到疾病的打击。他的3个朋友来到他面前，7天7夜陪伴，但最后朋友也是带来了许多的问题。那个许多的问题恐怕是我们知道约伯是无法招架的，因为这些朋友其实最主要是要讲论要定罪约伯。而约伯在一路上他当然是有一些对话在他们的当中，一回一个循环就是这个轮番上阵也就是经过了约伯跟3个朋友3个轮回的辩论再加上一个少年的以利户，他倾听以后他发言，就他也说了。当然今天的经文来到了那个约伯一直要跟上帝这个请上帝出来踹供你回答我神你回答我神来到今天，神真的是怜悯真是爱约伯，亲自回答约伯。我想这个我们羡慕吗？还是我们看到这里说怕吗？我们一路也跟着穆安德烈，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到祷告学校，我们也发现在祷告里面我们真实可以遇见神，我们真实只要我们一开口进入到那个安静密室里只有神跟我跟神，那么神要回答我们，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真实感受到神在我们里面他的运行，因为他也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路都来，不管是基督为我们祷告，天父的爱永远不改变，甚至耶稣他更是那个是为我们付出代价，因为我们真的是会犯错约伯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坚持自己有理是这样吗？我们如果读到最后就知道，明天最后约伯的最后我们就知道约伯自己都说我错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来到了神亲自回应约伯。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不要只羡慕约伯，我们透过祷告，神也会来跟我们对话。
而我们看到约伯他是在旋风中听到神来到来回应他那约伯对神的回应呢这个我们也是知道，就是说当神在这个今天跟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神2次发言在说话当中，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他受苦因受苦而提出的诉讼案，也没有立刻向约伯宣布这个判决，而是神是用一连串的提问帮助约伯不再纠结在表象的经验，而这些问题也引导约伯更深的去思考2个人生的基本架构，这个也来帮助我们思考。第一个就是以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神以大能创造宇宙万物，这是神第一次发言，这些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第二个基本架构，神有权柄统管宇宙万物，这是他第2次发言。神向约伯所提出一轮连串的问题约伯没有一题能答上来的。这个时候他真的领悟到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是很有限的。神是自主性的创造主，而人是被造的受造物，2个是差很多这样子的经验认识到，哇，人是应当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明白了过去对神的这些所发言对神的呛下真的嘴巴真的捂起来约伯就是真的嘴巴捂起来，我不敢讲了真的我不敢讲了。所以亲爱的大家，这位神只用提问所以哪有神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神都能解决。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Daily Walk，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因着他在祷告的书里面这句话我非常常帮助我，就是祷告是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我每次想到这个神是有办法的，我的心马上就开了呢神你一定有办法。所以很多人说英英牧师你是无可救药的这个乐观无可救药的这个真的是你就是冲英英牧师要说不是所有的冲都对，不是所有的我们的勇敢不怕都对，不是，我们勇敢不是不怕我想我们以前讲过，勇敢是我知道我怕，我这么渺小，我一个人而已，我能怎么样没有办法，但我却是能够把那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这样其实就够了。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神有办法是只为了帮我们解决问题吗？不是。今天在祷告的学校再次来告诉我们，神借着在约翰福音说，你们奉我的名不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为的是什么？为了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出来，你们奉我的名不论向我求什么我一定成全，目的就是要来荣耀这一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想到我们所求的，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神要来解答，是因着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荣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必须以荣耀主为我们的目标。这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吗？对吧？我们活着的目的其实就是荣神益人，荣耀神对人是不是可以有帮助？
如果荣耀神，如果暂时对人是没有帮助的，就像约伯，他是可以荣耀这位主，对他暂时感觉好像是没有帮助，是在苦难中，而且好像那个苦难是9弯18拐啊。之前叶牧师有讲过，感觉好像每况愈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遭遇的苦难，那个目的确实是可以荣耀这位神，虽然对人暂时没有益处，但终归是荣耀这位神的话，我们就跟他拼了。真的，我们的命是属于神的，是从神来的，神哪有不爱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叶牧师真的是只能说，在祷告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神他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力量，他的看见就是我们的看见啊。我们来一起来默想，约伯先前坚持自己有理，要在法庭上跟神同等的接受公正的仲裁。当神出现向约伯提问，指出人虽有理，人有什么限制呢？人可以按理来判断神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吗？还是我们理直，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的理是不是可以荣耀你的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愿我们一切的祷告，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一切目的，就在于荣耀主你的名，可以对人有帮助。我们知道，即便目前看起来好像对人是没有帮助，但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乐意将主你的旨意显明，让我们可以来追寻，让我们可以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你要带领指引保守我们走在这一条道路上，可以荣耀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叶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的一切都要荣耀我们的主。我们明天见。